將臨期靈修默想資料係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培訓部提供，日期2025年12月2日，第3天，主題醒悟，題目醒覺自己的動機不對勁，經文詩篇73篇13至17節。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，徒然洗手表明無辜，因為我終日遭災難，每早晨受懲治。我若說我要這樣講，這就是以奸詐待你的眾子。我思索怎能明白這事，眼看實係為難。等我進了上帝的聖所，思想他們的結局。喺我讀神學嘅時候，因為有一次下鄉佈道，對附近山區嘅居民有傳福音嘅負擔，於是就想喺神學院發起一小隊傳福音嘅團隊，每個星期到呢個山區挨家逐戶嘅傳福音。呼籲咗幾次之後，同學都冇咩特別嘅反應，呢件事就擱置咗啦。事後回想此事，就發覺自己侍奉嘅動機出咗問題。第一，神學院已經有佈道團，點解自己要發起另一個佈道嘅小團隊呢？其實可以將呢一個建議向佈道團嘅團長反映，就等佢哋作出佈道嘅部署就可以咯。第二，如果自己真係對呢個山區有傳福音嘅負擔，咁點解其他同學唔去嘅時候，我自己亦都冇動力去呢？歸根究底，可能自己係要顯揚名聲，還係呢個係上帝嘅感動呢？詩人喺度呢兩次用咗徒然啊！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，徒然洗手表明無辜。呢個徒然就顯示過去一直堅持要做嘅事情，到頭來都係白做嘅，冇果效同埋回報。過去以為潔淨咗心，洗手表明無辜，呢啲嘅道德堅持會換嚟神嘅賜福，但係冇諗過呢啲嘅期望得到嘅回報，卻係出現喺惡人嘅身上。咁樣，既然係咁嘅時候，當初點解要堅持正直呢？相反，佢係終日遭災難，每早晨受懲治啊！如果係咁樣嘅話，咁上帝咪就係以奸詐待佢嘅眾子咯？呢個係思考嘅困局嚟㗎，呢個都係信仰嘅困局。呢個唔係信仰偏歪咗，其實係我哋呢個人嘅動機偏歪咗。如果我哋正直嘅堅持係用嚟換取上帝嘅賜福，咁我哋嘅動機就唔啱啦。如果我哋正直嘅堅持喺得唔到任何回報底下就唔再堅持，咁我哋嘅動機都係唔啱啦。但係好可嘆嘅，有時我哋對上帝嘅動機同一個敬拜外邦神明嘅人冇咩太大分別啊！佢哋攞嘅係雞鴨燒肉，
用嚟換取神明嘅祝福，而我哋呢，卻係呈上咗熱心愛主啊、委身侍奉啊，都係用嚟換取上帝嘅賜福。當我哋得唔到所想望嘅福氣嘅時候，就破口大罵天地不仁、上帝不義。我哋會發晦氣咁講，從此我就唔再參與教會嘅侍奉，即使仍然返到教會，都係躺平嘅做人。喺我哋信仰生活當中，到底我哋存住乜嘢嘅動機呢？當生活同埋信仰都不似你嘅預期嘅時候，你嘅反應正係反映緊你嘅動機啊！默想，點解信仰同埋生活嘅唔係按照我哋嘅程式去編寫，唔係按照我哋所編寫嘅進行嘅？點解生活同埋信仰唔似我嘅預期嘅？然後我又會認為呢一切都係徒然，白費心機嘅。點解我會選擇躺平，嚟到回應我認為嘅天地不仁、上帝不義呢？祈禱，慈愛嘅天父，求你光照我嘅動機，讓我能夠睇得清楚，到底邊個做我生命嘅主宰，讓我全然信服你喺我生命中嘅安排。阿門。